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8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宝林地石的事件造成2个人死亡，主办人表示，若准家属同意，就会甲宝林的负责人加扣押。所谓发展部今仔早起有一个查甫人走入去办公大楼大声喝口开3枪，落尾互警察压制掉。美国卡伊桥互一只货船弄断去，即阵阁找到2个遗体，也有4个人下落不明。运安会摕到货船的记录器，要查清楚。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北的素食餐厅宝林地食，爆出怀疑是食物中毒的事件，目前已经有2个人死亡。台北市长朱万安早起出席行政院会，希望中央斗3工，甲检验的速度变紧。另外，朱万安表示，为着卖互宝林的负责人转移财产，已经要求法务局，若准家属同意，就会甲宝林的负责人加扣押。台北市素食餐厅宝林地食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昨晚继续扩大。早起市长蒋万安临时变更行程，去参加行政议会，说明市府的相关作为，并且希望中央协助加速检验，赶紧调查清楚事实的真相，也希望中央启动跨机关部会统筹调查。我们需要中央来协助的地方，包括实验室的量能，能够尽快的厘清事实真相。希望中央可以跨机关、跨部会，来统筹调查。这个也不能再太苛责了，太苛责我们这个台北市卫生局，这个样态是不大，而且这个食物中毒是非常的严重。基于这些因素的话，这个判断的确是不容易的。针对台北市主题作为，蒋万安强调，卫生局的部分。除了要求宝林相关分店停业，调查相关食材来源，也成立治疗个案平台，针对这边罕见的症状加病例交流治疗的做法，也让警方也伫第一时间介入，查到监视器主机，就个案为民做调查。蒋万安也指示法务局全力协助家属，只要因同意就进行加扣押，全力协助家属，只要家属同意，来进行假扣押。也就是针对宝林负责人相关的财产，避免后续如果有责任脱产的情形。后续一些相关的报告出来如果要负责的话，会有没有问题？这样。那公司的财务状况都 OK 吗？理论上没有问题，现在。宝林的创办人良心一直拢配合调查，法务局也将会约谈宝林第2杯下昼到市府做说明。并且向承保的国泰产险公司调阅相关的产品责任险加公共意外险保单，调查清楚承保的范围，并且协助受害的消费者加家属进行申诉协调。第一个其实是我们要厘清所有的保险的状况，律师也会协助家属。第一个是法律上的咨询，第二个就是如果家属需要假扣押的话，律师安排跟费用会由法务局、台北市政府法务局这边来处理。林东凯表示，今仔日将会调查清楚所有保险状况，包括 A13大时代、远东相关保险全面拢会检视，看伫这边发生伫咧宝林事件的保险理赔范围是毋是有包括在内。记者综合报道。宝林地食的事件，致使一个39岁姓李的查甫人，跟一个66岁姓杨的查甫人死亡。检方今仔日安排解剖鉴定。家属希望检方赶紧找出死因，替死者讨公道。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真紧就会有答案。宝林地食发生重大食案事件，到底是食到炒粿还是其他原因夺走2条性命？个人拢真关心。为了要查清楚死亡的原因，检方除了查扣监视器档案、甲餐厅相关的证物，早起也伫邦桥殡仪馆解剖39岁姓李查甫人、甲66岁姓杨死者遗体，要进一步查清楚死亡的原因。今天上午都要进行解剖鉴定。那取得检体以后法务部法医研究所会会同疾管署，还有台大荣总的毒物检验中心共同来查明死因。
早起9点外，4年15人的家后甲小妹来邦桥殡仪馆协助查清楚案情，因面对镜头拢无讲话，一直到早起10点解剖结束了后，4离死者的家后行出解剖室，表示翁婿希望迄天伊就随报案，希望替翁婿找到公道。希望台湾的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可以还给被害者的家属们一个公道。其他的结果我就不再方便透露。非常谢谢各位。蔡清祥表示，3个地检署会全力侦办这个案件，解剖了后会赶紧会动相关的动物专家做伙来讨论，一定真紧就会当得到初步的答案。目前各种可能性拢无排除，检察官会一项一项查清楚真相。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宝林地石的案件，到达拢总有17个人身体无爽快，其中2个人死亡。卫福部长施水源表示，台湾过去毋捌发生这款中毒的事件，已经到外国订标准品来检验。有专家表示，若准米含混做的食品无保存好势，产生米甲菌霜，目前是无解毒剂，致死率有4成遐尼悬。卖素的餐厅宝林地石食物中毒的风波持续扩大。台南市阁有一个50岁的女性，日晡去宝林餐厅食粿仔，迄暗就走饱甲吐，小便是低米色的。2是去台北市联医仁爱医区就医，因为基全院方断院建议，转进去台南就医。2来因为急性肝衰竭入加护病房，目前意识清楚。住院之后呢，大概隔天就转入加护病房，因为在本院这时候抽血的肝功能呢 ，GOT 呢是18000多。因为代志发生到大，全台湾已经有17个人捌去宝林食饭了后，身体无爽快，其中有2个人死亡。有立委批评讲，民众干那是去食一下饭就无命，若毋是媒体公开，民众还佫叫是讲是个人健康的问题，实在是伤冤枉。批评卫福部对非典型中毒欠缺通报机制。21号就送急诊的啦。对啦，对吧？22号到迄个在 ICU 里面的了啦，而且那个第一例死亡的时候。是24号，但24号之前就很多个人都在医院，各个医院，全台湾各种医院嘛。卫福部27暗紧急召开专家会议，有多部专家推测，若是米制品等等，因为保存无透冻，产生真毒的米甲菌霜，目前并无解毒的药啊，敢来当治疗症状，死亡率有达4成。乙硝氰酸带来的死亡率很高，我们的医学资料说死亡率在4成以上。然后，而且比较麻烦是，乙硝氰酸目前并没有解毒剂可以用。卫福部长施水源强调讲，台湾前到大毋捌发生过米甲菌霜中毒的案例，即马当咧甲外国订标准品来对照甲检验，不过嘛无排除是人为下毒，检调已经介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宝林地石的事件，头拄下晡2点临时召开记者会，说明上新的状况。台北市有成立治疗平台，另外进前有下令宝林地石伫台北市所有的分店拢爱暂停营业。所发记讲有一间分店无按照规定来登记，相当会当罚300万。咱连续和台语台记者郭碧君来看上新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成立了治疗个案平台，针对收治病患的医疗院所进行横向相关治疗作为个案处理的意见交换。那另一方面，卫生局也已经下令各医疗院所针对这一次相当罕见的症状，包括脉性期休克、肝衰竭等，全面清查，即刻回报。往上追溯来源，跟往下去讨论是不是有下游的厂商持续的在使用供货给市民朋友。那我们会针对这一块的部分呢，会采取更积极严厉的手段来处理。那最后有提到这个，昨天在宝林的清查的时候，我们将台北市有宝林相关的餐厅的作业的这些餐厅，我们一并已经宣告停业哈。那但是在我们今天呢去看。食品药物登录的平台我们发现，宝林这家公司台北市的店漏登了一家，他们今天补正那但是就涉及了食安法相关的规定有刻意的漏报这些职业的地点那这一点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即刻也请这一家额外漏报的店立刻停业
针对柏林地市的事件，台北市政府是下局处临时伫咧下晡2点的时阵，由台北市长蒋万安带领召开记者会。虽然讲台北市政府已经命令柏林地市伫台北市的所有分店拢要暂停营业，但是这阵卫生局也发现柏林有一间分店无按照规定来登记，相关是通罚300万。也因为这摆食物中毒的案例，政府总是真罕得见，卫生局这阵也成立平台，互医疗院所通互相交流治疗方式，确保民众的安全。目前台北市政府也呼吁民众，若是3月17到3月20中间有到柏林地市食物件的民众，若有相关的症状，都要加注意。以上是公视台记者来自台北市政府的连续报道。好，咱感谢碧君上新的状况。再来看台北市延平南路的所谓发展部，今仔早起10点外发生枪案，有一个查甫人走入去办公大楼大声喝休，为大门的玻璃连续开3枪。警察赶到现场，甲人压制掉，带倒去门外。为外面会当看到所谓部的玻璃门碎去，现场有封锁线。这个50多岁姓张的查甫人，被抓到了后，拢唔讲话。警方伫伊的身躯顶找到2支枪。所谓部表示，这个查甫人雄走入来，大声喊反政府了后，就随开枪，甚至佫想要走去楼顶，家在拢互抓落来。按那伊犯案的动机，要佫爱调查。再来看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特战小组的主席伯格曼，昨暝带跨党派访问团来台湾。今仔透早就去总统府和蔡英文热情的见面。这届众议员出访印太地区，会留点台湾3天，要讨论台美的关系、区域安全和经济贸易。伯格曼伊个特别强调，希望台美做伙发展海上战略，对抗中国威胁。行程正保密。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及特种作战小组主席伯格曼27号带跨党派访问团来台湾，成员包括空调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诺格斯加众议员潘尼达。礼拜一早起就到总统府拜会，蔡总统感谢访宾的支持，重视台美安全合作。借这个机会，我要特别感谢美国政府及国会在去年底透过国防授权法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2024会计年度综合拨款法也纳入对台湾的军援预算，并且将加速军备的交付，来支持台湾持续深化台美的伙伴关系。这是众议院军委会情报及特种作战小组自2002年了后第2遍组团来台湾。AIT 表示，这是众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部分，会停留3天，希望会让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加经贸等重要议题。也会会晤正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加萧美琴。在5月20号就要宣誓就职，非常期待未来台湾能够持续得到美国的支持，让台湾能够更加的安全，印太能够更加的和平，台海也能够因此而更加的稳定。Taiwan is a key U.S. partner in the Indo-Pacific. This includes a strong Taiwan maritime strategy and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on shared goals to counter China on their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actions in the region. 伯格曼特别强调，希望台美共同发展海上战略，抵抗中国的威胁。因若对中国立场较强硬，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伫最近第1遍甲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通电话，内面有讲到一寡双边区域甚至是全球的议题。坎贝尔也强调维护台海甲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不过中国方面的新闻稿就真简单，只敢讲双方就当前中美关系甲共同关心的国际甲区域问题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渔船直直爬过界，台海情势是愈来愈紧张。中国迄边即马嘛要来处理这寡无名、无牌、无登记渔船。中国福建海事局昨就甲上海海事局伫台海西边的水口展开联合巡航活动。但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就强调讲，台湾海巡会继续执法，应该爱赶的船都会甲赶走。中国快艇并起的案件还未结束，台海疑似对起的局面。中国渔船最近直接爬过界，出现伫苗栗甲中华外海。海巡队员最近连续2天驱离9只越界渔船啊。中国方面嘛有插入的动作，中国福建海事局甲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支持协同上海海事局，伫台湾海峡西边的水域展开联合巡航的活动。
针对巡查水顶外航用室、甲违法掠鱼等等的作业，讲是依护台海西平水域海顶通航的环境，引起朝野立委的关注。双方执法避免冲突加悬。海委会主委关佩玲28强调讲，咱国海巡会常态性执法，就是常态性的执法，我们都依执法的 SOP 在进行哈。应该要驱离的会驱离，应该要登检的或者是扣留的，我们都依法行政。另外，这个参与联合巡航任务的中国海巡空一轮，是中国头一只有海事监管、甲救助功能大型的巡航救助船。金门协会甲当地民众认为讲，中国徛伫人道的立场提供救援是好代志，不过两方需要有沟通的管道。救难这个事情是无国界的，应该是会赞同这一个想法。一味的立场是乐观其成。我们这边的民众有发生什么状况，或者呢对岸乡亲有发生一些出海发生状况，基本上我觉得在人道救援的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若金门钓鱼的人失去联络，因为姓吴的查甫人有现役军人的身份，目前也封扣伫遐，无法度倒来台湾。外界烦恼讲，恐惊会加做对方的日日交换。关佩玲讲，海巡随时准备接人，随时准备接人的工作。那各部会都有在各部会的领域里面一直在沟通这件事。另外一个70岁姓吴的老阿伯，月初去中国旅游，出现心脏衰竭等等的动静。家属甲金门红十字会求助，在国台办甲两方红会协助之下，日前透过小三通登来台湾顺利就医。金门红十字表示，去年小三通复航了后，目前累计有19件台胞得到动静，利用小三通人道救援登来台湾就医。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已经核定基隆捷运第1阶段综合规划啊。那第2阶段北渡到基隆，市府是希望会当接代替的路线入去市区，或者是经过中间病院。这两种方案拢等咧评估。交通部有答应讲会补助第2阶段大约1950万。伫基隆7堵的市区公车站正对面是学校边仔挖建规大片一种工业用地，这就是基隆捷运7堵站的预定地，未来会联合民间企业进行场站的开发。对面的部分是一个乙种工业区哈，我们希望在这个区域里面哦去做一个整个连开的部分，预计开发这个效益会有将近38亿，而未来假设这个开发成就会挹注到建设经费。另外，基隆捷运第2阶段北渡到基隆已经启动可行性评估。基隆市政府提出2个方案，方案 A 是因代替进入市区，由北渡经过3坑到基隆；方案 B 是经由美金路、安乐路进入市区，沿路地势关价差较济，跨度有限，优点是经过中间病院。基隆市政府是这个希望能比如说左上安乐区，来再到这个基隆火车站的方案。我想这部分。我们会补助这个可行性的一个费用哈，那就请他们提出这个相关的计划。较早对于北渡到基隆是毋是要废掉代替老捷运，地方一直有2种声音。即摆市政府提出用中间病院的方案，交通部原来有可行性评估甲经费的补助，但是疫情了后有原料也甲人工工钱大起，后续捷运经费会阁修正，中央要安怎补助？交通部表示会看后续的情形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立委要推动修法，让各大核电厂若要继续跑，申请免受时间的限制。早起核安会去立法院报告，核安会主委陈东勇表示，伊尊重立委提出修法，不过若真是要放任核电厂继续跑，核安会是绝对会严格来审查。国内过去有3座核电厂咧跑，其中核1甲核2已经除役，核3厂2部机组的执照也伫今年甲明年到期。早起核安会立委陈东勇去到立法院业务报告，国民党立委甲问讲，核能到底有安全无？核能是安全的能源吗？有发生事情就是不安全嘛，哈。那个没有发生事情是安全。主委陈东勇解说，核能是安全的能源，这句话需要真侪条件来做基础，无配合立委的题目，不过搁伫立委的要求之下，画出核安会会为人民确保核能安全。若准核电厂要延役，安全敢通挂保证？每一个核电厂就像每一个人的健康情况，跟他的过去的运转的情况，都是要个案来看。针对已经有真侪国民党立委提案要修法取消旧核电厂延役，必须爱伫执照到期前5档到10档提出申请的规定，核安会表示尊重。不过环保团体烦恼审查时间若缩短，恐惊影响安全。核安会强调安全会做大先。
如果是要走到审查这一步，核安会秉持相关的法规，严格审查。目前国内法规规定，核电厂要伫即照到期前5到90天提出延役的申请，是参考美国核能管制委员会 NRC 的做法。那修法取消时间的限制，敢会缩短审查时间。核安会强调爱看电厂的状况，包括台电申请资料敢有完整，旧零件敢会当换新等等的因素，拢会影响到审查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南亚立委要推动修法，让国内3座核电厂有法度继续跑。不过，这核三厂外境恒春断闸，另外核废料架空的空间嘛无够。环团是批评国民党修法根本就无咧插核安的专业甲民主。南部几纳个环保团体就去到国民党的高雄市东部抗议，反对修法。断层核废不处理，断层核废不处理，核三延役没道理。环团去国民党高雄市东部抗议，因为部分的南亚立委最近宣布要提案修改核子反应器实施管制法，放入核电厂延役申请期限。若修法通过，屏东核三厂嘛要继续放。环团立委透早表示，修法根本就无重视核安的专业跟民主。当初大家反对核电厂继续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核废料的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解决。如果继续延役的话，其实我们会制造更多的核废料，去把这些问题丢给下一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能源使用的行为。除了核废料的问题，环团嘛表示，核三厂外境恒春活动地站，而且下骹的称赞地址已经变形，若发生地动，恐惊会超过核三厂会当安全停机的耐震强度。国民党其实应该好好把心思放在能源的转型上面，放在智慧电网上面，因为这样子才是对台湾长治久安的。环团表示，核电敢若占全国发电量的6%，就算会当继续放，现在期间尚无有5档袂当运作，根本不是人员的解放。规气全力发展再生能源，感到企业用电爱giảm值。正视核安，停止恶斗，停止恶斗。甲牌仔举起来，环团批评部分的立委以台北看天下，无重视核三厂的安全问题，呼吁国民党爱重视核安。面对抗议，市党部派代表出面收定情书，不过无愿意接受采访，敢若表示会传达意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左营有一间健身房，因为运动的声音和楼骹的店家是定定起冤家。昨下晡，厝边店家来理论，身躯穿的夹仔有受零雅分局的字。店家佫讲，健身房若佫有噪音，就袂甲上班。佫放调讲警察是伊的细汉。警方表示，假做警察的身份涉犯刑法，上当会当判关3年。因为你叫那些1年，他还是不能说什么，因为他就是我的属下。穿白衫的查甫人第2天来到3楼这间健身房，发现到店员报警察了后是真不满，佮呛声讲警方拢是伊的部下，报案嘛无效。我先到背心啊，要不要看一下我算报案，讲说我在恐吓。你会怕警察吗？这个查甫人上尾一间出现，身躯顶佮穿那像是警用的夹仔，头前写首席顾问，后壁佮有收零雅分局，放调讲若是佮有噪音，特别找警察队来赶上班。健身房就赶紧报案，而且提告恐吓。我们抬头看他的背心，然后就说他不会怕我们报警啊。本案行为涉及刑法第158条，冒充公务人员而行使其职权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经过查证，这个查甫人不是警察，警方正在调查是安怎穿分局的夹。那假做是警察，恐惊会犯到刑法，上当爱关3档。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自己是警察，你们既然已经报警了，还说我们乱说我们恐吓，那我们也一起找警察来。受到指控的店头头家娘第一时间就否认因假做是警察的代志，而且嘛反过头来指控健身房一当来拢直直咧发出噪音，安怎讲拢讲袂听。店头提供影像，强调健身房的噪音比音乐更较大声，害因的员工拢得爱挂耳机来上班。环保局表示，营业场所有噪音的规范，只要日时超过67分贝就算超标，若是复杂无改善，上当会当罚3万块。也若类似咧走咧跳这寡妨害到生活安宁的噪音，无法度去测量，就要由警察机关依法规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手机的诈骗简讯800款，有民众收到电信公司的简讯，写讲只要开100块，就会当换大卖场的礼券。民众了准这诈骗简讯是真的，点入去信用卡就随风投入6万5。10分钟内，伊卡有银行要求停止交易，不过银行落尾也是把钱拨予诈骗集团。
金管会表示，未来会请金融机构协助民众做好风险管控。穿黑色的衫挂喙暗，李小姐伫镜头头前讲出伊信用卡被偷录的过程。伊伫去年11月初时返点过2点外，手机收到一封假做是电信公司的简讯，内容强调讲伊的回关点数只要阁消费100块，就会当换大卖场的礼券。因为之前有收过这类的简讯，所以点落的时阵无想到讲是诈骗，尾下互偷入6万5。伫10分钟内有随甲发卡的银行联络，要求停止付款而且报案。不过银行迄边敢若愿意来做是争议款，了后要是甲钱报互诈骗集团，所以找立委林岱华开协调会。客服也答应我，他说会在电脑的荧幕上最后那个备注栏写网络诈骗，不要付款的那个字，可是他们90天以后还是要收。3月13号我们开过这样的记者会，现在2周之后，我们接到这样的陈情函，凸显了在打诈当中，金融机构它确实是打诈环节安全网当中的一个大漏洞。林岱华表示，政府最近甲金融业者合作掠诈骗，不过为银行处理的方式，会当明显看到唔若无法度及时主动款项予诈骗集团。等到伫后续要求受害者付信用卡的费用，有无要以客户权益的嫌疑，所以呼吁业者听说唔通遐尔死，都要加强金融安全甲消费者的保护措施。只要输了 OTP， 依照国际卡 Visa、Master 组织的规定，那银行就有付钱的这个义务。民众要求止付的实务的做法上面是比较难去执行。金管会表示，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伫国内信用卡定型化契约，或者是信用卡组织内底拢有规定，要是会当申请争议款项，这个由发卡机构、发卡银行去甲对方收单的银行了解状况了后，才处理，敢会当退钱。未来要是会请金融机构协助有信用卡的人做好风险的控管，嘛提醒民众用信用卡交易，除了 OTP 简讯认证以外，嘛要看清楚消费的金额，什么款的货币来减少诈骗案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文化部2022年国家语言发展的报告，讲30岁到39岁族群，无论听、讲、读、写，台语的能力都无讲介好。立委张雅玲指出，照这款情形，要传承台语是真困难。而且，若照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文化部应该爱伫2026年达成台语家庭5万户的目标。不过，到今却还未定出认定的办法和推广的计划。水蜜桃，有够厉害，就夹桃啊，忘唔掉，赞！要推广母语，就要对教育和家庭做起。那照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文化部应该爱伫2026年达成台语家庭5万户的目标。也毋过文化部到今也无定出台语家庭的认定办法。民进党立委张雅玲拜三伫咧立法院委员会质询文化部长苏提的时，就要求文化部爱提出办法。因为你之前的目标已经定出来啊，你已经有讲要1万啊，所以恁之前应该爱想好这个计算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想要知影讲，到时什么时阵会让阮知影讲这个执行的成效目标。我们会以今年来做一个目标啦，把所谓的台语家庭学习型的、传承型的，对，要安怎认证，要安怎鼓励。根据文化部2022年国家语言发展的报告，30至39岁的少年家是台语能力明显降低的族群，要甲台语传给下一代嘛有困难。立委指出，要提升台语人口增加母语家庭是上紧的。文化部答应会伫3个月内提出台语家庭的认定办法和推广计划。另外，立委表示，根据母语团体的建议，应该照台语程度关系来分做团成家庭和合适家庭，有无共的奖励措施，嘛爱互团成家庭入去到社区，带动台语社群的扩大。县市政府这个公告书的这个制度对吧？能够跟专业的台语团体的对接强化了。进入社区，我想这个是传承家庭哦。讲啊足好的人，会当加做的啦。对，我们会使甲伊要求无，因为即摆只有讲认证的，带较讲袂认证的。对，安尼才有法度较紧的啦。对啦。立委张雅玲嘛要求文化部爱伫1礼拜内提供推广台语的预算和成果评估。伊表示，毋但爱创造台语社群，文化部嘛爱加强影视资源的投资，提升大众对台语的兴趣，对各方面落手，才有法度提升台语人口。记者卢尚如、王兴忠台北报道。国家语言发展法自2019年施行，传承福建母语，成做国家重要的进步。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今仔日明仔载这2天，和国立台湾文学馆举办论坛，
邀请客委会、原民会、各国外武器传承团体斗阵来交流分享，做伙来讨论推广武器的方法。点开台湾文学戏剧博物馆的网站，民众免出门，就通伫线顶看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展览。台湾文学馆长期推动武器通讲万事万代的武器正常化工作，因发现，亲像戏剧博物馆这款线顶的活动，通吸引30到60岁的族群参与接触武器。也用罗马语来写，这是一个阶段，我会甲伊放伫进阶，一开始咱的迄个兴趣。互大家知影讲，讲家己的武艺是偌尔趣味，就是会当帮助咱的即个冷规矩会当较活泼的。即种意识应该爱一直传播，要传播，就是只有透过推广的活动，以及阮爱编更较趣味的册。台文馆表示，推广武器的工作，若通互民众先轻松接触武器，就可能有意愿进一步学习了解。除了中年族群加以线顶活动，因发现电脑电动配台语音、台文字幕，通吸引青少年。若台语歌结合台湾文学，时代就会有兴趣。台湾各种武器安怎推广？各协会甲台文馆合作主办论坛，互大家交流。语言的消失，它的后面的结果就是族群文化的消失，再下来的结果就是整个族群的灭亡。所以母语濒临灭绝，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在任何一个文化当中，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28、29两天的论坛，除了各协会甲台文馆，现场也有客委会、原民会参与交流。保存武器，唔来看国内的经验，现场也邀请来自纽西兰、苏格兰、威尼斯这寡来自国外的武器保存团体，做阵分享武器保存传承的经验。记者郭美玲、杨凯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巴蒂摩的凯伊桥去互一只货船弄甲断去，搜救人员即阵阁找到2个遗体，目前也阁有4个人下落不明。那事发迄当时的录音档也见光啊。加在紧急调度人员有随甲桥封起来，这代志才无变阁较严重。那美国运安会是摕到货船的记录器，确认这船顶有56卡货柜，危险物品有764吨。虽然美国海华防卫队已经宣布停止搜救任务，巴尔的摩货轮弄断大桥事故暴露水的6位失踪的工人已经无啥可能搁换掉的。不过，唱水员依然伫咧27早起，伫弯桥变形的钢筋内面找人，有发现一台皮卡车甲2位吊伫内底的工人。Shortly before 10 a.m., divers located a red pickup truck submerged in approximately 25 feet of water in the area of the middle span of the bridge. Divers recovered two victims of this tragedy trapped within the vehicle. 目前还有4个工人无找到，因为唱水员无法度到成立指示的区域。当局认为，这款车可能和登记的桥的钢筋暗土地掉下。为这段代志发生起当阵，马里兰州紧急调度通话录音显示，调度员伫第一时间就把桥的交通封起来，救到真侪性命。Want me to stop traffic on this site right now? Yeah, if we can stop traffic, just make sure no one's on the bridge right now.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表示，已经去伫这台货船顶摕到航行记录器，不过调查的时间恐惊要12到24个月。NTSB 指出，货轮顶头有56个货柜，内面有装着第9类危险物品，包括锂电池。He was able to identify 56 containers of hazardous materials. That's 764 tons of hazardous materials, mostly corrosives, flammables, and some miscellaneous hazardous materials. NTSB 认为有一寡危险物品有损害现象，因为伫咧河边上有看到真奇怪金光闪闪的情形。马里兰州州长讲，因为凯伊桥对美国的经济正重要，是一定要重建。虽然桥放弃造成巴尔的摩港禁止船通行，引起一寡物流的问题，不过学者认为并未引发重大供应链危机，因为东华其他的港口已经全好准备要处理更较侪货物。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印尼顶个月总统大选，不过有2个败选人败选唔甘愿，引起反议提告，讲正副总统的当选人伫选举的过程有做手，就连参选的年会根本都已经违反法律的规定。
印尼2月中举行总统大选，不过大选结果让两个败选候选人质疑舞弊，因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停选。当地最高法院27开始审理这个案。伫听证会落选的雅加达前省长阿尼斯，加代表执政的民主奋斗党参选的甘查尔，加重点放伫参选资格的争议。因为胜选的总统副手，也就是现任总统佐科威伊的37岁的大汉囝吉伯朗，无符合上少40岁参选年纪，不过宪法法院说予伊得利。Mulai dari awalnya, independensi yang seharusnya menjadi pilar utama dalam penyelenggaraan pemilu telah tergerus akibat intervensi kekuasaan yang tidak seharusnya terjadi. 这届印尼大选当选人是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伊甲吉伯朗搭配得到58%的选票，不过败选人拢批评佐科威政府正要伫竞选期间发放真济社会援助金来有关普拉博沃的支持度，也个好亲像对地方官员施加压力，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Saat pemerintah menggunakan segala sumber daya negara untuk mendukung kandidat tertentu, saat aparat keamanan digunakan untuk membela kepentingan politik pribadi, maka itulah saat bagi kita untuk bersikap tegas bahwa kita menolak. 法院一定伫4月2日做出裁决。普拉博沃的代表律师表示，两个败选人提出的论述欠缺证据，相信法院会驳回因提出的条件。不过，普拉博沃本人还有其他的争议，伊涉嫌伫印尼威权统治时期侵犯人权。较早有2届参选总统，拢因为疏忽佐科威，就向法院提出告诉。即马历史重演，法院的判决结果会影响印尼的民主选举发展。公司新闻杨眼编译。再来看泰国的众议院昨通过同婚法案，让同性有结婚的权利。法案最上紧会伫今年底施行，这嘛让泰国成为亚洲第3个同婚合法的国家。เป็นว่าที่ประชุมนะครับมีมติเห็นชอบนะครับ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แก้ไขเพิ่มเติมประมวลกฎหมายแพ่งและพาณิชย์ฉบับที่พ.ศ.นะครับ泰国众议院27个投以400票赞成、10票反对、8多成的票数通过民事加上诉法修正草案，也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ผ่านไปยังผู้ที่รอคอยกฎหมายสมรสเท่าเทียมนะครับก็เหลืออีกแค่ด่านเดียวของท่านวุฒิสภานะครับท่านก็จะได้รับสิทธิ์ในการจดทะเบียนสมรสได้สิทธิ์ใน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ที่ท่านเคยสูญเสียไปในอดีตวันนี้พวกเราสมาชิกสภาผู้แทนราษฎรทั้งสภามีมติเห็นชอบ众议院并案审查内阁的版本，前进党、民主党加民间团体所提出的修正版本，以内阁的版本为主要架构，修正68条法律，结果再并入其他3个版本的内容。草案将法案内面的查某人加查某人修改成做个人加翁婿加牵手，修改成做婚姻伙伴，和同性伴侣的人得到甲异性恋婚姻伴侣同款的权利，包括检视替伴侣签急救同意书，继承伴侣的遗产加领养囡仔。结婚的年纪甲异性戀同款攏是18歲。ก็มีค่ะแบบรอบตัวหนูมีคนที่เป็น LGBTQ เยอะค่ะก็แบบว่าทุกคนเขาก็ต้องการให้เรื่องนี้มันผ่าน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ก็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สมรสให้เหมือนแบบว่าคนทั่วไป草案伫咧众议院通过了，一关送到参议院表决，参议院拍算4月初开会讨论投票，通过了，结果交予泰王同意。接落来法案公布伫咧王室的公告了，各单120天，法律就会正式生效。泰国有可能成为亚洲第3个、东南亚第1个承认同婚合法化的国家。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宜兰罗东的公众国小昨小接传出有20个学生吐骨头，送去病院，加在是无性命危险。卫生局初步确认，这个学生食的物件无同，专案排除食物中毒，怀疑是传染病烧化。摕漂白水伫咧体育馆内面喷，因为宜兰罗东的公正国小，总共有20个学生发生腹肚痛、流甲吐的症状，有几个上病急救，好在拢无性命危险。都好了。还有拉肚子吗？拉肚子没有。没有了，比较好一点。好，那昨天这样子会不会担心是食物的问题？
学生注意了拢得去学校活动，讲身体拢已经好啊，也毋过也是担心落屎涂骹是否有关系。怎么有传讲学生敢若是啉到家长提供的珍珠奶茶，才身体无爽快。也毋过学校调查发现的学生大部分拢是武术队加电竞队，普通班学生只敢若一个。虽然有最近活动，也毋过无最近正啉，只敢若5个有啉珍珠奶茶。那初步我们根据医生的一个诊断证明，目前大概是倾向是以传染性的胃肠炎，目前是诊断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家长会持续都有做这个午餐督导，因为就是要避免这个有食安事件，毕竟公正大学校学生人数很多，有状况对家长对孩童都不好。公正国小伫以前就捌发生过营养午餐学生食物中毒的案件，家长会对饮食的安全正重视，定定去学校督导午餐的品质。这边有学生脑骨头初步排毒跟食安有关系。根据发病的时间、发病的分布的状况，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到班级有大规模的爆发，以及他们生活习惯呢，我们推测应该是一个接触性传染性疾病为主的一个群聚感染。关卫生局讲，身体无爽快的学生，伫咧接受及时的医疗照顾了，拢是轻症，拢已经互家长带转去做休困。因为无共同食啉，佮加上无大规模发病，怎么是朝向接触性传染疾病群组感染的方向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食安风波假袂晓，台中有一间出名的控肉饭，去互民众压讲，店家甲煮熟的肉直接放伫路边拍，也无砍挂，下袂少鸟仔去食。食安处派人稽查，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无照食安法，上当会当罚2亿。民众迄号画面，一仔的猪肉，就安尼放伫路边，无任何只劈或者是砍掉的，嘛起了袂少鸟类偷来食。店家伫无发现的状况之下，鸟仔就安尼食到饱，袂少民众看到安尼的画面，就讲烦恼卫生会有问题。你看，你敢你有实力，你也不会去买啊。当然有的不怕。没有，我们都自己煮比较多。台中北屯这间知名控肉饭，被民众看到安尼状况，烦恼会引起食安疑虑，业者嘛出面说明，原来只是制作过程当中，将肉烧好了后，暂时放伫外口。沥水就5到10分钟左右而已。是啊。嘿，它不可能让它曝晒了，曝晒会坏掉啦。对啊。这个就闻的就会知道了啊。只是现场实际状况，找肉运来以及滴晒的过程，拢伫热热天来进行，民众感觉观感无好。而台中市食安处这就通报了后，嘛派员到场来稽查。可以稍微抢下来看怎么看到？可以啊，可以。就是一些比较小地方，或者然后再针对一些我们现场看的状况，可以请他在加强的部分会再跟他说明这样。台中市食安处稽查发现，虽然无发现鸟仔来食的状况，不过卫生环境有确实，嘛依照规定来开立限期改善通知书，要求业者限期改正。若无将依照违反食安法的规定，处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南的梅岭风景区，即阵梅影开始咧采收。不过去年咧开花结籽的时，煞拄撞上大雨，温度悬，吹小风。地区在整体产量大减，应该是剩无到3成。种梅影农民趁天气还袂讲介热的时，赶紧去采收梅影，毋过采收半工会当收成的煞干那1点仔尔，剩的拢是伤细粒、细袂大的。那是气候吧？气候啦，对啊，无水就话是袂大嘛。今年以梅岭来讲啊，较悬海拔嘞，因为伊12月底啊就开花啊，所以迄个拄啊撞着气候无好，迄时拄啊撞啊落雨，所以迄批落雨了，有的莲花苞拢流去，所以后续来讲，伊中期甲慢花就拢无好啊，调过了伊还无足稳定，所以你若气候一寡较大的变化会引起涝果。咱若以结果率来讲啦，可能只要大概活伫3、4成安尼啊。即马梅岭的梅影长大出，嘛是愈去爱去观光的原因。也毋过当地悬海拔的梅影树，去年12月底开花的时，煞拄着大雨，严重冲击着结果率。那今年1月中的二期花，结果率虽然有较好，煞阁拄着落雨，日时也介热，影响着整体的收成。目前在农业局尚未接获到有民众向农粮署一个反映局持续请公所继续来巡查，随时了解梅子的生长状况。若有达到灾害补助的一个救助的一个标准，我们立即会启动那个灾害的一个勘查。
梅岭是台南重要的梅仔产地。根据农粮署统计，全市面积差不多312公顷，收成1684吨，排国内第3名。今年受极端气候影响，产量有较少，不过今年雨较济，环境担心梅仔比旧年大2-3倍，这会当用重量来弥补收成的不足。除了梅仔，台南的山野嘛，因为拄着小风国温差大，产量可能会减少。后续水果的介绍恐惊嘛会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有民众最近伫海上拄到一只豆腐鲨，家己挖过来，船长惊会甲惊到，随甲引证柜禁掉。这只豆腐鲨就伫船边踅来踅去，一点仔都唔惊。船长嘛专工甲影片传去网络顶管。豆腐鲨在我船边游泳，跟着我一起玩。专门伫咧载人出海钓鱼的四国船长，最近伫咧花莲盐寮海峡作业的时阵，看到一只正大只鱼划过来，本来就是鲫鱼或者是海猪，但伊划到船边才发现是一般大家叫豆腐鲨的海翁。我们大概都在30-40米的地方，一看到是金鲨那就熄火，怕去伤到它，那结果它就自己游过来了。在我们船边绕了3圈，然后才离开。在船上的钓客兼赏金，好高兴啊！像海翁的业者，当年这个时阵，拢会拄到过2-3遍豆腐鲨，大家拢真好奇，伊为什么主动划过来？因为之前发生过有人惊伊巴肚枵摕虾米甲伊吃，甚至沿路一直甲伊入，安尼拢无好。我们如果观察到的话，其实能够静静的观察它、欣赏它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但是千万不要喂食，也不要刻意的去加速去冲撞它。那我们保持一个比较友善的方式去观察、亲近它。豆腐鲨这种海翁，伫2000年已经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入红色名单。台湾自2008年开始，已经全面禁止捕猎、贩卖、持有加进出口。若无顺利走入去定地放的活体豆腐鲨，会抗标志放流进行科学研究。豆腐鲨虽然个性真温和，不过若拄到伊，也是唔通伤过甲干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美术馆2楼过去常常有盗鸟会去弄到这2楼的玻璃窗仔全死亡。为着要保护生态，高美馆是邀请家长带囡仔做伙来打蛇。那这阵是已经无野生鸟仔弄着伤的状况。来到高雄美术馆2楼，一大片玻璃头顶有10块5色圆形的大纸，这毋若互玻璃更高艺术感，主要的功能就是要防止鸟仔无适宜去弄着。根据统计，台湾每当会有880万只鸟仔因为通杀，也就是弄着窗仔玻璃着伤也是死亡。常常来散步的民众也讲，美术馆的鸟仔生态是真丰富。介济鸟类的一只休困，尤其是冬天有足济。为北方来的候鸟，真好啊！但是看会使个，或较侪人知影，用较侪所在。因为高美馆2楼玻璃真大片，对面就是树林，光线会反射，常常互鸟仔当作是树林想要冲过，安尼会造成鸟仔受伤甚至死亡。高美馆日前是邀请20位的亲子做伙伫3片徛窗玻璃顶面创作，这圆形的大纸会当重复使用。根据美术馆的统计，冬天上高发生通杀，大多拢是盗鸟死亡。有同事去查资料，发现这是一个行为叫做窗杀。那因为窗杀内底真侪是挡候鸟，大部分拢发生伫树仔边，有大片玻璃。这鸟只要看到这个玻璃内底呢，伊看到的是这个树林的迄个形、迄个影，所以就叫做迄是会使飞过的，所以大家去弄到玻璃。高雄美术馆周边因为树仔真济，有水池啊，是鸟仔类休困的好所在。美术馆表示，有这款大纸了后，已经无发生鸟仔通杀的状况，未来也会将另外2面徛窗玻璃大纸来保护附近的鸟仔。记者张义辉、屈昭勇高雄报道。来看中研院的团队以热力学配合卫星生物资讯，创立山区气候速度的推算模式。发现全球有17个所在的山脉顶温线，以逐年11.67公尺的速度在加悬，这对山区的生态造成威胁。
全球气候变迁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其中会受到影响，不过却较少人关心的，就是山区温度的变迁和生物的关系。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利用热力学加上卫星资料、生物资料等等进行验证，发现全世界目前有17个地区的山脉顶温线是用当年超过11.67公尺的速度在清悬，和全世界平均的当年5公尺相比，有影是近真济。因为我们研究的尺度是全球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譬如说现在联合国在规划说哪边要投注比较多资源去保育山区的生物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我们提出的这17个山区，可能就是最优先要去做的。中央研究院今仔发表全球头一个利用热力学结合气候资料库的推测模式，嘛发现台湾的环境因为较湿，目前顶温线清悬的速度嘛是比世界平均搁较悬。其中高山的地米因为山区气候的变迁，需要去到搁较悬的山区建造，一寡搁较挖山顶的高山植物，亲像杉木加油，若对袂到气候变迁的速度，真有可能就会无去。我们如果说能够让这个暖化的速度慢一点的话，其实生物是有办法去反应的。也就是讲，若要避免物种消失，咱应该想办法，让暖化的速度较慢挂，让生物会当有时间适应。学者也表示，因为生物是有法度家己适应气候变迁的。中央研究院表示，这项推算山区气候变化速度的计算方式，除了会当互咱继续观察有啥物款山区的生物当咧受到威胁。进一步调整保育的规划，减轻全球暖化的速度，也是真重要的课题。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国宝歌王文夏伫2022年过身，食到94岁。伊一世人创作1200首台语歌，摕过金音奖和金曲奖。亲像黄昏的故乡、妈妈请你也保重，拢是伊的歌。伊见证台语歌和台语电影的黄金岁月。伊的太太文香表示，迄纪录片是文夏的心愿，伊打总算是完成啊！希望大家会当了解文夏的故事和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咱人啊出外，较少嘛是故乡，上回来嘛是个父母啊。到今仔日我的歌内面，算作故乡的歌嘛真侪。1959年，文夏翻唱《黄昏的故乡》是真侪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另外，像《妈妈请你也保重》、《再会啊公道》等等，也拢是文夏的代表作。伊的音乐人生是台语流行歌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着要让大众认识文夏和台湾流行歌的发展史，纪录片《夏季的文化银行》自2018年就开始筹备为文夏做口述历史，伫今年总算完成。老师一心咧坚持做音乐咧创作，所以文化洋行嘛代表老师的音乐，老师的影响力吼，那亲像热天的这个太阳同款。1928年5月20日，文夏伫台南出世，一生创作1200首台语歌，拍11出台语电影，摕过金音奖和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是台湾的国宝歌王。90岁的时，甚至举办个人演唱会，伫2022年过身，才到94岁。太太文香表示，拍纪录片是文夏的遗愿，毋望甲家己一切留留予世人做纪念。上界至亲、上界至爱，才是好朋友，大家拢来甲伊加油，拢有加入伫这部片的内底吼。所以老师我相信伊一定会足欢喜啦，甲伊的纪录片安尼完成甲遮尔好。文夏见证台语歌和台语电影的黄金岁月，嘛留予台湾济珍贵的文化资产，影响一代搁一代的创作者。纪录片团队表示，目前敢若开放包场，不过嘛有规划伫年底要开放，予大众自由买票入电影院看，希望大家做伙来了解文夏和台湾歌的故事。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顶礼拜伫节气的布拉格音乐节，高雄的前金国小管乐团演奏台湾民谣的组曲。拍败其他18音乐团队，摕到金牌奖。做伙来看这阵高雄囡仔用音乐，让世界看见台湾。台顶演奏《桃花过渡》是台湾早期人人知的车鼓民谣，续落来阁有《天黑黑思想起》。前金国小学生囡仔用这3条民谣，予布拉格亲临波西米亚音乐节，充满台湾味。前金国小的管乐团开半年的时间准备，将3条台湾民谣编入去35分钟的组曲。尾仔因摕到上冠英语金牌奖。我是台湾人。
开始看到日本的大哥哥甲大姐姐，就惊的。这也是安怎去好的？老师话，加油！布拉格青年波西米亚音乐节已经办19年啊，今年有台湾、美国、日本14个国家19个音乐团队参加比赛。这摆前金国小拢总派出43位学生出国交流。特别选3条代表咱台湾的台湾民谣，互大家、互世界会晓熟悉台湾。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下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1度到24度，中部地区24度到28度，南部地区26度到30度，东部地区24度到29度。外岛地区17度到25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公司台机台，大家换过来。哥，我就想你啊！爸爸妈妈，礼拜日暗时8点，盐水大饭店。后一摆佫看到恁的时阵，应该就是伫咧桃园啊。大家好，我是楚婷。4月初5开始，拜5暗时10点，下半场练习生。你是幼起的吼？你讲我幼起？幼起爱戴手套，无结啊来开的。拜1到拜5下晡5点，樱桃园仔第5季。贵较惊死啦！哎呀妈，干呀，降生嘛！最新生代国军哈。拜6暗时11点，毋那是思念。